2022年的今仔，台东的地上发生规模6.8大地震，迄当时花莲的南区灾情是真严重哦，有5座桥崩去，也毋过3冬过去了，这个桥拢还未完工，交通是真无方便，在地民众嘛真怨叹。3年前的9月18日，下昼2点44，天摇地动，台东地上发生规模6.8地震。虽然震央伫台东的地上，不过附近的花莲县富里乡玉里镇灾情也真严重，厝倒路灯，还有5座桥崩去，到即马拢也未完工。包括富里2座桥，一里镇内3座的这个大桥全部震毁。那么新建至今刚好是满3周年，这个进度目前可以讲说，政府都在强力的在督促。这5座桥分别是玉里镇的高寮、玉长、玉里大桥，还有富里乡的轮天甲明里大桥。除了玉里大桥已经完成南平的桥开放通车以外，其他也搁直入去。因为这5条桥拢拖足久的啊。恁这边出力要去台九线？我那绕一圈啊，是有点久，因为跟以前说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以前是大概是说大概2年嘛，然后现在已经3年多了。官府讲9月8地震了，伫111年11月由行政院核定复建工程，112年8月设计完成了，遂开始招标，年底发包。113年2月开始动工，到即马，施工期是1年7个月，其中高寮大桥进度甚至是超前。高寮大桥的部分，现在目前的进度是75%，那我们预定是55%了，所以我们大概进度有超前了20%，预计会在这个明年的4月完成。那另外轮天跟玉长大桥现在进度也都到50%。也是会在明年的4月完成。官府讲，为了要让民众出入方便，每一座新桥工区下骹拢有设临时便道。不过，这款便道只要若拄到风台大水后开水涨起来，就被冲害，甚至造成施工困难。另外，就是还有欠工的问题，希望民众会当体谅这款现实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